引导牧师为国熬叫祈祷，为国呐喊的祈祷，咱将时间交给牧师。日即个大家平安。咱来想看卖顶届你祈祷的时阵，也是讲顶届你祈祷的内容是甚物？可能即摆风台时，大家拢祈祷讲风台经过，咱个国家会当得到即摆恢复。是讲有当时咱祈祷，你想看卖你顶一遍祈祷的内容是甚物咧？常常咱祈祷的内容拢是我的婚姻啦，我的家庭啦，我的囝儿啦，为着这来祈祷。当然，咱会为着国家来祈祷，但是迄个比例较少。伫第一场、第二场，我拢问过这个人讲咱兄弟姊妹啊，你常常为着国家来祈祷的人，请你举手。比例拢较少。常常咱时常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有当时咱可能较济是为着咱所服务的对象，也是公司，也是讲单位来祈祷。但是真少有人开真济时间来为着一个国家来祈祷。但是上帝话是怎样来帮助咱？上帝的话是鼓励咱，这个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所在。伊讲，多多大心求的伊，甲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线尾拢要施赐互你。像咱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咱时常爱祈祷，但是咱祈祷的内容是甚物咧？咱祈祷方向是甚物咧？常常咱是求咱家己所需要，也是讲咱拄着什么款的困难，咱会去祈祷。但圣经提醒咱祈祷中间，现在中文译版是讲，恁按大心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上帝主权的实现，遵守伊的旨意，伊要将这一切拢要授予互你。相信咱兄弟姊妹，咱祈祷中间唔通袂记，咱祈祷的时阵时常受到上帝主权实行伫咱这土地、咱这乡土的所在。但是有当时咱祈祷，拢是看咱拄到什么款的问题来祈祷。咱的国家即马敢毋是拄到真侪困难嘛？伫过去咱想讲正统的问题，咱的国家就得到改变。咱是讲咱的国家换一个政党就会较好。咱时常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代志。可能政府做无好，咱就行街头，咱会当选择抗议，咱用咱声声来咱政府来讲，咱会当出声，媒体会当放送，但是政府敢有改变？咱用咱的方法，有当时真侪代志无得改变。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上帝话安尼讲，所以我所渴求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祝谢，替这个王甲隆重的官府来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提示咱什么代志？你祈祷的事就爱为着这伫顶头政府官员这掌权者来祈祷。政府若讲有起价，电要起价，你敢有都通有改变的？咱的政府若凊彩做，你会当抗议足大声，但是伊可能袂改变。上帝会提示咱就时常为着国家掌权者来祈祷，互咱安然徛起自在，互咱会当平静，照咱家己会当照着上帝生来过好的日子。咱所读经文利希米的中间，利希米有一个真好的所在，大伫咱读书的所在，就是为着国家、为着人民来敬虔祈祷。
拄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尼希米听到国家拄着问题，伊伫遐啼哭。圣经写过，伊听到这话就啼哭、悲伤，但是伫上帝面前敬诚祈祷。我毋知咱拄着教会问题，若是讲社会问题，咱听到这么侪消息了后，你会敬诚祈祷袂？你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嘛？我相信咱的国家会改变，不是用人的方法，咱来恳求上帝施恩祝福帮助咱的国家。尼希米就是这款的人。咱想看嘛，伊是做什么款工课的人？酒政就是叫帮助国王，伊要啉酒，要食面，这物件伊爱去传，伊爱去准备，爱去试食。伊工课真重要啊！但是即搭伊要敬诚祈祷呢，敢有遮简单？这山珍海味，逐工对伊的喙经过，上好的酒对伊的喙经过，但是即点时阵，这时间伊爱敬诚祈祷呢。伊听到这消息，城市毁坏，城门毁坏，拢烧了了的时，被时时就论这侮辱，伊心内底真艰苦。伊就立志讲，我开始敬诚祈祷，为着这国家来祈祷，为着百姓来祈祷。但是你知影，伊逐工好食的面拢对伊的喙经过，但是伊袂当食。伊立定伊的心志讲，我要敬诚祈祷伫上帝面前，看上帝要怎样回应我，看上帝要怎样与我讲话。我就为着国家祈祷的是，看上帝要怎样来改变我的国家。伊的祈祷毋是讲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互我工作拢真顺利，互我咧做这政府的这官的是做甲真好，互我啉酒的时无互这毒药毒死，互我啉酒的时袂痛风压起来。伊毋是祈祷安尼，伊是祈祷讲上帝啊，我的国家爱啉做悔改。但是即马拄着即款问题时，我相信上帝有用这尼希米来讲话。上帝有启示尼希米啊，当伊敬诚几啊日，敬诚一段时间的时阵，上帝用伊讲话啊，讲什么话？就转去你的本土耶路撒冷城。你也知影，转去耶路撒冷城够真简单。伫王宫到伫耶路撒冷城800公里，敢是坐飞机的？毋是呢，可能要行路，行一段时间，才会当到伫本土耶路撒冷城。你哪知影耶路撒冷城迄个时阵，毋是大家拢愿意回去的所在。耶路撒冷城是趴远，是一个毁灭的城。虽然圣殿已经起起来，但是无城门、无围墙，表示无保护啊，无保障啊。打这互巴比伦掠去这个所在，即马波斯帝国这个犹太人已经离开70档，住伫迄个所在做生意，生摊真济时，已经经过70年，因惊要转去因家己所徛去的本乡本土。尼希米伫因敬诚祈祷中间，伊知影上帝呼召伊转去伊家己本乡本土，爱去这耶路撒冷的外城的所在，这城门的所在。我相信这是无简单的代志。伊不断祈祷，为着这个代志祈祷，祈祷偌久？现代中文译版写讲4个月啊，咱读台语汉语版还是讲和合版，伊写讲对这基斯流月一直到尼散月，这是犹太人对9月到正月的时间。9月到正月经过4个月，第5个月这代志发生了。伊敬诚真久，可能毋是逐工，无敬诚5个月，可能翘去啊。伊敬诚可能找时间就敬诚祈祷，敬诚祈祷，
讲上帝啊，你请派我转去耶路撒冷城。有一天，伊王就问伊讲：啊，你的面仔真优秀啊！伊就摕这个机会，王来讲这个代志。这国王有答应无？有啊。佮派这个人来保护伊转去耶路撒冷城，伊要去这城门、城外这外墙的所在，供应伊的需要。你要什么款的物件？我写一个单啊，你会当转去，我保护你，你会当转去你的城市来重新起造。所以咱基督徒咱咧学习尼希米同款，继续不断来祈祷。有当时咱拄到代志，就祈祷一天两天就煞，对无？亲爱的弟兄弟啊，这个代志吼一天就了，两天加一礼拜就无祈祷啊。当咱的国家拄到问题时，我唔知你有继续为着国家祈祷无？也是看到行政院、立法院出问题，才开始祈祷嘛。咱的祈祷直到咱的国家改变啦。尼希米就是不断祈祷，祈祷到上帝的旨正。咱在祈祷中间，我唔知你有着国家祈祷什么代志。咱敢毋是爱继续祈祷？咱像是尼希米祈祷同款。尼希米祈祷至少4个月，伊所祈祷的内容，才完成上帝所垂派伊的工。咱来看尼希米转去耶路撒冷城是去偌久啊？52天就去好啊，但是伊祈祷偌久，至少4、5个月的时间。尼希米是谦卑家己，拍败伫上帝面前来祈祷的人。伊知影伊的国家，若毋是透过祈祷，伊的国家袂改变；若毋是透过祈祷，这个城市袂当搁一摆起造起来。伊知影问题毋是人的智慧啊，是在于上帝施恩祝福。咱的国家嘛是同款，咱会当用咱的智慧来改变咱国家嘛？咱用咱的行动来改变咱的国家嘛？毋是啊，若毋是上帝施恩祝福，咱的国家袂改变。有人讲，若无祈祷就是骄傲啊！我搁要讲，若无祈祷就是犯罪。若无祈祷就是常常去做真高，我财目真好，我真有文书，我真有经验，所以透过我会当改变。我相信咱每一个祈祷都拢同款。你拄到什么款的问题，你若无祈祷，你讲这问题我过去的经验我就会当解决。我的智慧我会当解决，我的文书我会当解决，就是你无上帝啊！咱的国家这么大代志，若毋是透过祈祷，咱是用人的方法来处理人的代志，永远袂改变。但是尼希米毋是，伊知影，若毋是上帝施恩祝福袂改变。尼希米第2章第8节所在，是王允准伊。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赞，尼希米真清楚知影这点，伊会当转去故乡耶路撒冷城，这是上帝恩典，毋是伊真熬啊。咱做一个代志，咱拄到一个困难，你敢知咱在祈祷伫上帝面前。有一个国家叫乌干达。这个国家是非洲一个真弱小的国家，但是伊的农产品真多，有这香蕉、小米、高粱、番麦，有真侪这农产品，毛鱼、毛咖啡。这个国家生活真舒适，人民会当过啊真好，但是呢，因发生一个代志。对1997年开始，1971年开始，1971年开始，这个国家就和这军的政府阿敏总统所掌管。这阿敏总统听讲会杀人头吃人肉。你也知影，乌干达这个国家不是回教的国家，
回教徒只有3%，但是呢，伊执政了后4当了后，就宣布乌干达这国家要成做一个回教的国家。教会开始受到迫害，教会礼拜堂烧会，就互会帮会烧掉，基督徒互受掠受害。这牧师，这欧洲来的牧师，拢转去家己故乡，走转去家己的故乡。真侪基督徒就100万人的基督徒受害受死。打赢的国家会当做甚物呢？因只有基督，毋是只有2条路，毋是基督，另外一条路就是死啊！对这基督徒来讲，因只有仰望上帝施恩怜悯啊！伊里面真痛苦，伊是讲。咱做回来祈祷吧，就祈祷这条路，就上帝施恩就好。24点钟不断的祈祷，1979年了后，阿敏落来，伊是讲啊，即摆日子真好过，大家开始无多祈祷，无迫切祈祷。教会是讲啊，无代志啊，即摆在好日子会通过啊，无受到连续6年。政治，伊经济崩盘，你知伊个通货膨胀是到380%，甚至到1000诶。还有艾滋病，四界拢是问题，甚至这世界卫生组织来表示讲，可能到1997年，这个国家就灭亡啊，1/3的人。死伫这病毒，1/3的人有这病毒，也是讲有这其他疾病，互伊就无得生存。另外1/3的人无得承担这国家的经济问题。现基督徒佫开始祈祷，伊佫开始祈祷，大概祈祷上帝大概伸手帮助伊将这问题摕掉。但是伊佫拄着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伊无祈祷的时，个代志个发生。我相信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咱时常祈祷，为着代志困难祈祷，交代伫上帝面前。但是问题解决了后，咱就个停止祈祷。即届乌干达因规个国家，因体会一项代志，咱只是停止祈祷，咱无继续祈祷，咱就问题解决，安尼毋是办法。咱不只是爱祈祷。爱祈祷，知影上帝心意，伫阮的这国家内底心意是甚物？咱才像你希米同款，我不只是爱为着国家来祈祷，我嘛祈祷上帝啊，你对我的心意是旨意是甚物？你要我做甚物代志？乌干达这国家的基督徒兴起，每一个基督徒佫开始咧祈祷，不断祈祷，回来来祈祷。伊个国家就不断来改变。在咱读圣经中间，尼希米为着国家敬虔祈祷，不断祈祷。第3项，为着国家来认罪悔改祈祷，为着百姓认罪来祈祷。伊祈祷书对第50到第80伫遐讲，伊直是讲上帝啊，你是听阮的上帝。受你改变的人，你就施恩赐福。但是呢，我的国家百姓得罪你，我甲我的家、我的祖先拢得罪你，拜这偶像，离开上帝，地教互上帝四散。伊伫遐认罪悔改祈祷，伊仰望伊国家会当改变，伊替伊的祖先、伊甲的家庭、这百姓来认罪悔改。你知影无？乌干达这国家嘛是同款。过去因的国家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真正偶像的崇拜，这邪术掌管伫规个国家的中间，甚至这君王、这总统拢限制互这魔鬼撒旦。大家基督徒咧，乌干达基督徒体会一项代志。爱认罪祈祷啊！当伊的政府拄着真大问题时，
行无路的时，有一个基督徒问政府来出声，伊讲：你要相信世界卫生组织所讲的话，还是要相信上帝话？你要相信上帝话，也是相信别人所讲的话咧？因开始祈祷，因开始认罪悔改，因开始认好好的祈祷。真奇妙，上帝就开始复兴这个国家，因国家开始改变。我小咱放短影片，这是因国家迄当阵拄着有人这可能有人看过吼，这转化这 DVD 内底的一部分吼。Organization report on AIDS did not shake the believer's confidence in God. We have seen the AIDS virus healed. 这是有人爱滋病得到病毒了，上帝医 But 治 there。must be a God up there somewhere. I had chest pain, I had the skin 这查 around. 甫嘛是同 I 款 started。vomiting. These were terminal cases. I lost the appetite. I couldn't eat. People with full-blown AIDS. I grew very, very thin as a pulp. After being prayed for, many sensed God's touch.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changing. That very moment. That very night. The power of God came down. And I felt it. Not surprisingly, these self-proclaimed healings elicited serious skepticism from medical caregivers. Why have you bothered yourself to come here? Because your status and your appearance... 这病人吼，伊去看医生，医生讲你等得到医好啊，你来这要创啥？ Turned to amazement. My doctor looked at me. He was amazed. He said, hey, I'm still living. I was checked that there's no age. They read my name. Ruth Birawa, HIV negative. And they told me you are HIV negative, non-reactive, there's no virus in your body. Then the rest of the symptoms start to disappear one by one. God had healed me totally. It And was a after- refrain heard thousands of times across Uganda. But as I talk to you right now, I have experienced over 372 AIDS patients being healed. Uganda has been recorded 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see a decline in HIV. We believe it's because of our prayer, and we believe it's because of the love and the grace of God. It is also because Uganda has promoted abstinence and faithfulness as their primary weapons against AIDS. I vowed before you that if you heal me, I'll tell all the people. I will not die, but live, and will proclaim what the Lord has done. The power of God has also been 因为几 manifested 乎 in 嘛开始 the 改 political 变。 arena. I believe Uganda is in a new beginning politically. In divine timing, God brought leadership. God began to put people in place. God is working in this country. Paul Atieng has held nearly every post in Uganda's government. 真济好的基督徒，真济政府的官员， God has been with me. 上帝拢甲这政府每一个官员同 He 在 is。a member of parliament from the Hoima district. So I want to be more firm in everything. 透过这政府的官员来改变真济代 They 志。 expect us to reflect Christ. And that's Stephen Unyo is the nation's 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I'm one of those who believe that God must talk to me, especially in this type of job I am.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Unyo has seen God quell violent riots in answer to prayer. And I believe out of my personal experience, children of God, if we continue in prayer, 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But I've taken my faith up to the governmental level. Cecilia Adam Ogwal is the fiery leader of Uganda's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I am an ambassador of Christ. 咱来看这个国家不断来改变，不是因真熬啊，伊就是不断来祈祷，甚至认罪悔改祈祷，这个国家就开始改变。可能想看卖咧，伫这国家以早是小礼拜堂，派这基督徒开这无数的人，经过15冬了后，你想看卖这个国家是绝对做一款的国家。就2000年的，要跨过2000年的时候，就1992年92年的12月31号，因规个国家总统夫人，这基督徒因来到这体育场的所在，伫遐庆祝。
就是将这个国家献予上帝。因伫遐认罪悔改，因知影过去所做的代志无合上帝心意，答应认罪悔改，规个国家转变，甚至这一切误会拿山拜偶像的，因伫遐献祭，上帝啊，求你赦免，上帝啊，求你改变，答应定新日子，讲主啊，主上帝，我甲你立志，我国家要献予你。这总统，这所有人献因家己伫上帝面前。但咱个国家行到无都行的所在啊，咱有真侪问题，真侪困难，咱会当透过咱家己来改变嘛？咱会当透过政党来改变嘛？咱会当透过每一个人，倒一个真牛的人来改变嘛？我相信毋是，只有咱基督徒兴起，为着咱家己的国家来认罪。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我相信上帝一定施恩祝福，因为这是上帝话，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是特别上帝主，阮满心感谢你，互阮诚做主你学生。当阮用家己的方法做了真侪代志，阮的国家嘛用真侪方法来要改变，来决心。但是主啊，阮已经行到无法度搁行落去的坎站，求你赦免阮的罪，伫咱国家过去犯了真侪罪，得罪你，政治顶头斗争、贪污、偶像的崇拜，但有无合上帝你心意的所在。但阮基督徒还是认罪悔改。因为阮无真好底来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阮无真心真力，咱亲像利希米同款，为着家己国家来祈祷。恳求上帝施恩祝福改变，恳求上帝帮助阮这基督徒会当对咱开始为着国家来祈祷，不只是伫遐批评，不只是人谄媚，阮知影阮袂当改变阮家己的国家，只有上帝你施恩祝福。咱才会当改变。阮的特别上帝啊，求你改变阮吧。当尼尼西亚的人听到约拿的信息，因就悔改；当这乌干达的百姓听到主你的声，因就嘛悔改。阮上帝，你成就伫阮的国家台湾这岛屿，当阮的百姓，当阮的政府的官员听到上帝你好的消息，就愿意认罪悔改，来改变阮的国家，直到阮的人民会当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毋是家己做主，乃是主耶稣基督真做台湾的主宰，乃是主耶稣基督会当行伫主耶稣的旨意，会当行伫咱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所在，每一个人民会当照着上帝你的律法、你的心意来行。阮的国家会当搁一摆得到祝福，上帝帮助，施恩伫这土地，互阮当快乐伫遮过日子，互阮当欢喜来庆祝上帝你大能的开展。主啊，阮相信这日子无远远啊，因为阮已经行到尽头的所在，无都搁改变，透过人的方法无都改变，但是你施恩祝福的时阵。但是你大能开力来实行的时阵，阮只有祈祷，仰望你，不断祈祷，直到这个国家改变，直到这个国家台湾这个岛屿，这个国家行伫上帝心意内面。主，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